每晚一抬頭都見到嘅月亮，真係只係一粒天然衛星咁簡單咩？答案可能會完全顛覆你一直以嚟嘅認知。太陽比月球足足大400倍，地球同月球之間嘅距離，同太陽同地球之間嘅距離，竟然啱啱又係400倍，唔多一分，唔少一毫。正因為咁，月球先可以喺地球角度完美遮住太陽，形成獨一無二嘅日全食。地球同月球嘅岩石同位素完全一致，證明佢哋係同源。但月球核心所佔比例又細得離奇，似乎又好似被人刻意設計過。更加離奇嘅係，地球曾經出現過5次生物大滅絕，每一次都好似為更加高等嘅生命誕生鋪定條路，仿佛有人喺度系統性清理舊物種。我哋以為自己好熟悉月球，但係其實從來都唔知道佢真正嘅身份，一粒被設定好軌道參數，用嚟格式化地球生態嘅超級武器。月球係一個我哋既熟悉又陌生嘅存在。熟悉嘅係，我哋幾乎每晚都可以見到佢；陌生嘅係，我哋根本唔清楚佢真正嘅本源，亦唔知道佢點解會處於而家呢個軌道位置。首先，我哋先嚟解答一啲關於月球嘅基礎問題。其實呢件事本身冇乜好爭論，唔理登月陰謀論者列舉幾多所謂證據，都好難推翻人類曾經登陸過月球呢個事實。例如有人質疑月球上面冇空氣，點解美國國旗仲可以飄動？原因好簡單，登月嗰陣用嘅國旗係用硬質尼龍布料製作，再配合 L 型支撐桿結構，目的就係喺冇空氣流動嘅月球真空環境之下，令國旗呈現出好似迎風飄動咁嘅視覺效果。再例如，點解登月相入邊睇唔到星星？因為登月任務大多都係喺月球白天進行，月球冇大氣層遮擋，太陽光輻射極強，微弱嘅星光完全俾強光蓋過晒。喺真空環境之下，想影到星星就一定要避開強光，延長曝光時間。我哋中國神舟系列飛船多次航天員出艙嘅相入面，同樣都睇唔到星星，原理其實係一樣。仲有人提出，部分登月相入面物件嘅影子方向唔一致，呢個係因為月球地表本身凹凸不平，並唔係一塊平地，就好似喺地球嘅幽靈地帶，單一光源照射之下，物件嘅影子亦都唔會全部互相平衡。更加關鍵嘅係，2009年美國發射嘅月球勘測軌道飛行器 LRO 已經多次影到阿波羅各個登月點嘅清晰影像，畫面入邊可以清楚見到登月艙、月球車，仲有宇航員當年留低嘅腳印，就連當年插上去嗰支國旗嘅輪廓都清晰可辨。中國2010年發射嘅嫦娥2號亦都影到同阿波羅登月有關嘅遺跡，所以我哋可以下定結論，人類確確實實登陸過月球。月球點解永遠都係同一面朝住地球？呢個現象叫做潮汐鎖定。宇宙入邊每一個天體都存在潮汐力，體積同質量更大嘅天體可以鎖定較細嘅天體，行星可以鎖定自己嘅衛星。例如太陽系入邊嘅火星就鎖定咗佢2粒衛星，木星亦都鎖定咗8粒衛星，佢哋全部都永遠以同一面朝住行星，自轉周期同公轉周期完全同步。呢種天體現象其實一啲都唔算稀奇。月球隕石坑點解普遍唔深？月球隕石坑嘅深度普遍都比較淺，平均只有6到8公里。就攞月球南極嘅艾肯盆地嚟講，佢係太陽系最大隕石坑之一，直徑達到2500公里，深度卻只有13公里。原因在於月球引力比較弱，而且地表土層好薄，表層好似鬆散嘅沙質地表，下面就係堅硬嘅岩層。隕石撞擊之後，好難再向下深陷入去，只會喺表層擲出面積好闊，但係深度好淺嘅坑洞。我哋對比月球正面同背面嘅相，就會發現兩邊地貌差異非常大。月球正面地勢相對平緩，深色區域被稱為月海，係遠古岩漿冷卻之後形成嘅岩漿平原；而月球背面幾乎佈滿隕石坑、山峰、峽谷，到處都係。核心原因係月球月殼厚度分佈並唔平均。美國引力波探測器對月球殼體做勘測之後發現，月球正對地球嗰一面，月殼厚度比較薄，背面月殼就厚重兼堅硬。正面月殼比較薄，遠古時期遇到隕石撞擊之後，殼體就容易破裂，月球內部岩漿噴湧而出，冷卻之後就形成咗平坦嘅月海。背面月殼厚重又堅固，隕石冇辦法擊穿，就形成咗遍地環形山。阿波羅6次登月任務，一共由月球帶返381公斤月球岩石。科研人員分析之後發現，呢啲岩石比地球岩石更加古老，好多人因此猜測月球誕生時間早過地球。但係透過檢測月球岩石入面嘅氧同位素，發現佢嘅成分同地球岩石完全一致。簡單講，呢塊月球岩石如果擺喺地球上面，同地球岩石冇任何分別。同位素就相當於恆星嘅 DNA， 呢點亦直接證明地球同月球擁有同一個起源。至於月球岩石年代更加久遠，係因為月球幾乎冇地質板塊運動，古老岩石可以完整保留喺地表，
而地球地質活動頻繁，最古老嘅岩石好多都深埋喺地殼之下。最早提出月球空心理論嘅係前蘇聯天體物理學家米哈伊爾瓦西里同亞歷山大謝爾巴科夫。1969年，阿波羅12號利用廢棄登月艙撞擊月球表面，月面地震而記錄到今次撞擊引發嘅月震持續咗超過1個鐘。如果月球係實心天體，月震一般只會持續15至30分鐘。呢點亦都成為月球空心論嘅重要依據。仲有傳言認為月球內部係中空，成粒月球其實就係一艘外星太空船，停留喺地球軌道，專門監視人類。但係事實並唔係咁，月球地表岩石以玄武岩為主，長期暴露喺宇宙空間，冇大氣風化侵蝕，岩體乾燥又緻密。地震撞擊波喺岩體入邊受到嘅阻力極細，震動衰減得好慢，自然持續時間就更長。而且呢類月震探測只能夠監測月球表層情況，根本冇辦法觸及月球內部。同時，美國月球引力場探測器早就精準探明月球月殼厚度穩定喺60到65公里。我哋不妨設想一下，如果真係存在外星文明，佢哋最有可能將基地起喺邊度？好明顯唔會係地球，月球先係最佳選擇。位置隱蔽，仲可以全天候觀測地球。咁網上流傳嘅月球人造建築、外星基地箱究竟係真定假？其實絕大部分都係後期改圖合成。就算真係有外星基地，亦絕對唔會起喺月球表面，大概率會隱藏喺地下。關於阿波羅15號影到嘅巨型月球飛船箱，最初宇航員只係當佢係一塊形狀古怪嘅普通岩石，但 NASA 公開相片之後，引發咗全球大範圍討論。之後官方就對原版相片做咗模糊處理，呢個舉動相當耐人尋味。喺 NASA 發佈嘅版本入邊，畫面四周都清晰銳利，唯獨所謂飛船嗰個區域明顯做咗虛化模糊。好多機構同網民都保留咗修改之前嘅原始相片，例如美國大學空間研究協會作為權威太空研究機構，佢哋資料庫入邊仍然流傳住未刪減、未模糊嘅原版影像，能夠清楚睇出巨型飛船嘅輪廓。至於網上流傳嘅近距離實拍相，目前真偽仍然有待甄別。咁月球上面有冇 UFO 活動嘅確鑿證據？而家用尼康 P1000 呢類超長焦相機就可以影到月球表面疑似 UFO 嘅飛行物體。好多人疑惑，美國60、70年代完成登月之後，點解近50年都冇再重啟載人登月？原因其實好簡單，第一，冇必要。最初阿波羅登月本身就係美蘇冷戰競爭之下嘅產物，美國已經達成戰略目的，而且先後完成咗6次登月。第一階段探測任務圓滿完成，自然就叫停咗計劃。第二，經費高昂，冇專項預算支撐。當年一枚土星5號火箭單次發射成本就高達40億美元，而且美國亦公布咗全新登月計劃阿爾忒尼斯，原計劃2024年派遣女性宇航員登陸月球，並唔係唔敢登月，亦唔係經所謂外星生命，核心原因其實就係經費不足。下面我哋嚟傾更深層次嘅問題，月球究竟係點樣誕生？目前天文學界關於月球起源主要有5種假說。第一種，地球捕獲話，呢個觀點認為月球原本係太陽系外來天體，途經地球附近嗰陣被地球引力捕獲，從此就圍住地球公轉。但以地球嘅質量同體積，要捕獲月球呢種體量嘅衛星，概率其實微乎其微。同時亦冇辦法解釋地月岩石同位素完全同源呢個特指。第二種，地月同源話，地球同月球都係由太陽系同一片行星塵埃雲凝聚形成，月球係地球成形之後由剩低嘅物質匯聚而成。呢一個假說可以解釋地月同位素一致，卻冇辦法解釋月球核心佔比遠遠細過地球。如果兩者同源，核心體積同質量比例理應相近。第三種，地球分裂話，早期地球形成初期，自轉速度極快，高速旋轉將自身一部分物質拋入太空，散落嘅物質最後凝聚成月球，可以想象成旋轉木馬轉得太快，直接將人甩出去嗰個畫面。但係科學家經過精密演算之後發現，遠古地球根本達唔到所需要嘅自轉速度，呢個假說並唔成立。第四種，天體撞擊話，遠古時期一粒同火星體量相近，名叫梯伊亞嘅星球撞擊原始地球，撞擊飛令出嚟嘅物質，最後形成咗月球。如果呢個假說成立，月球理應係地球同梯伊亞嘅物質混合體，月球岩石入邊理應含有梯伊亞獨有嘅同位素特指，但係現實入邊地月氧同位素完全一致，呢一點亦都令到撞擊話存在明顯漏洞。第五種，冬甩星雲假說，呢個係目前行星科學界最受認可嘅最新解釋。月球起源於一團好似冬甩形狀嘅岩石蒸氣雲，地球啱啱誕生初期並唔係規整嘅球體，而係介乎星體同碎片之間嘅碟形狀態。呢個時候，一粒小行星猛烈撞擊原始地球，
巨大嘅衝擊力令到地球嘅大氣、水體、岩石全部氣化，只係剩低固態核心。撞擊過嚟嗰粒小行星亦都瞬間碎裂，並從地球氣化物質混合成一團岩石蒸氣雲，經過數百萬年慢慢冷卻，逐漸分化，形成咗今日嘅地球同月球。呢種特殊嘅蒸汽狀態被稱為索雷斯坦。呢個假說完美解釋咗地月同圓核心密度差異等所有疑點。科學家透過電腦模擬遠古天體撞擊，亦證實咗誕生月球呢類衛星係存在穩定概率。所以呢個亦都係目前最合理嘅月球誕生假說。了解完月球嘅基礎奧秘同起源假說，月球仲有一個最容易被忽略但又最不可思議嘅神秘現象——日全食。日全食就係月球運行到地球同太陽中間，啱啱好完全遮擋太陽而形成嘅天文景觀。太陽係好多衛星都可以遮擋太陽形成日食，但係只有月球可以形成完美無缺嘅日全食。我哋睇一組精準數據：太陽直徑139.2萬公里，月球直徑3476公里。太陽直徑啱啱係月球嘅400倍，地球到太陽距離1D49億公里，地球到月球距離384401公里，日地距離亦啱啱係地月距離嘅400倍，唔多一分，唔少一毫。從地球視覺睇，月球同太陽嘅視覺大小幾乎完全相等，遮擋得嚴絲合縫。太陽係已知67粒衛星入邊，唯獨月球可以實現完美日全食，其他衛星一係體積偏大，一係偏細，唯獨月球啱到好處。呢件事喺天文學上可以話係巧合之中嘅極致巧合。天文界有兩個關鍵概念：洛希極限、希爾球。洛希極限，兩粒天體可以平穩運行嘅最短安全距離。如果細過呢一個距離，細天體就會比大天體。希爾球，行星可以穩定捕獲衛星嘅最遠距離。月球相對於地球嘅洛希極限係2萬公里，地球嘅希爾球範圍可以達到150萬公里，亦即係話月球完全可以喺2萬至150萬公里呢個廣闊區間入邊成為地球嘅衛星，但佢偏偏停留喺38萬公里呢個剛好可以形成完美日全食嘅位置。呢件事實在好難只係當成普通天文巧合。遠古地球啱啱誕生嗰陣，自轉速度極快，一日只有5個鐘，正正係月球嘅潮汐引力不斷減慢地球自轉。喺漫長歲月入面，地球一日嘅時長由5個鐘慢慢變成今日嘅24個鐘。同時，月球引力亦係地球自轉軸嘅天然穩定器，令地軸始終指向北極星附近，維持66度34分嘅固定傾角，亦令地球有咗4季更替。更加重要嘅係，月球引力引發地球海洋潮汐起伏，潮汐運動產生嘅摩擦力令到地球內部溫度升高，地心帶電荷熔岩持續流動，催生出強大嘅地球磁場。地球磁場就好似一層生命保護盾，抵禦太陽風暴同宇宙射線侵襲。亦正正係呢層保護盾，令地球生命可以繁衍同延續落去。可以話，冇月球就冇地球生命，更加冇人類。一旦月球偏離38萬公里嘅最佳軌道，地球自轉軸就會大幅偏移，最大傾斜角度可以達到50度。地球大部分區域會徹底冰封，變成冰冷嘅冰球，再唔適合生命生存。足以見得月球停留喺38萬公里呢一個位置，絕對唔係偶然，而係有住極強嘅規律同意義。對我嚟講，月球最大嘅謎團從來都唔係地貌起源，而係佢點解啱啱好存在喺呢個位置，精準守護住地球生命。回顧地球歷史，至少經歷過5次生物大滅絕。第一次4.4億年前奧陶紀大滅絕，85%物種消失，誘因係全球持續降溫200至300萬年。第二次3.65億年前泥盤紀大滅絕，海洋生物大規模消亡，同樣源於全球氣溫急劇下降。第三次2.5億年前二疊紀大滅絕，96%地球物種覆滅，係地球史上最嚴重嘅滅絕事件，大概率由超級火山持續噴發20至到200萬年引發。今次滅絕徹底重構地球生態，陸地面積擴張，為爬行動物、恐龍嘅誕生鋪平道路。第四次2億年前三疊紀大滅絕，75%海洋生物消亡，誘因依舊係超級。第五次6500萬年前恐龍大滅絕，恐龍族群徹底消失，80%生物消亡，普遍認為係小行星撞擊地球導致，亦為哺乳動物嘅崛起同演化創造咗條件。大家有冇發現呢5次生物大滅絕，仿佛都係刻意淘汰低端物種，一步一步為哺乳動物甚至係人類嘅誕生鋪路。一係全球氣候劇變，一係超級火山長期噴發，持續時間動輒幾十萬年到幾百萬年，好似一場被刻意安排嘅生態篩選。我哋不妨大膽設想，如果地球係一個生命試驗場，
造物主為咗孕育出人類呢種高等生命，需要不斷改造地球環境，而摧毀舊物種、重構生態最好嘅方式，並唔係核武器、中子武器，而係借助。我提出一個大膽觀點：月球就係調控地球生態嘅超級武器，只需要微調地球同月球之間嘅距離，就可以徹底改變地球環境。月球離地球更加近，會加快地球自轉，引發全球火山、地質災難。月球離地球更遠，地球氣溫急劇下降，全域進入冰封時代。等到舊物種消亡殆盡，再將月球歸位去最佳軌道，地球又可以重新孕育新嘅生命生態。關於恐龍滅絕，傳統觀點認為係10公里直徑嘅小行星撞擊地球導致，但係呢個規模嘅撞擊足以毀滅局部生命，卻好難撬動地球自轉軸。可以改變地軸傾角嘅，唯有月球強大嘅引力。而傳說中8000至10000年前嘅史前大洪水，大概率就係月球呢個超級載體最近一次啟動調控嘅結果。所以結論係，月球本身係天然天體，但係卻被賦予咗掌控、調控地球生態嘅特殊使命。佢唔係外星文明監視地球嘅太空船，而係可以隨時格式化地球生態嘅超級武器。必要嘅時候，透過調整軌道距離，重置地球環境，篩選生命物種。至於究竟係邊個喺背後掌控月球，未來會唔會再次啟動調控，我哋無從得知。我哋可以做嘅，唯有好好保護環境，愛護地球家園。好，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為止，多謝大家，下期再見。